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电厂有10台烧炭的机组，是全台湾上大的火力发电厂，每一年的烧炭量大约是1200万吨。为着要来减少着烧炭，来改善着空气品质，台电来宣布，2026年年底开始要来除役，要来拆除2台烧炭的机组，要换做烧天然气的机组。另外，阁有一间民营的电厂嘛，通过宽屏，摕到台电的合约，要阁来起一座烧天然气的机组，也就是讲，未来会有3座烧天然气的机组就线来送电。啊，讲目标是2035年进前，台中的烧炭机组要全部来除役。台中市长罗秀燕讲，这是互惠双赢。燃煤的机组会有2部，会在2026年底以前开始启动拆除的工作。经济部处长同时也是台电代理董事长詹文生宣布，台中火力的发电厂发电转型，目前已经有2台烧天然气发电机组等咧起。2026年年底，对将2台烧土炭发电机组甲拆掉。另外，民营的中嘉电厂嘛通过宽屏取得台电的合约，要阁起一组烧天然气机组，未来会有3组做回供电。我们2部机组上线商转之后，燃煤机组4部会除役，其中2部在特定的状况之下才会启动。詹文生表示，目前初步完成烧天然气发电机组上线规划，已经送到各单位审查，预计2035年进前，烧天然气发电机组全部完成，台中烧土炭机组会当中贴。那现在新建进度大概在30%-40%左右，那所以呢，他们也应台中市的要求，那这2部盖完以后，那有2部的燃煤机组在115年要拆除。台中市长罗秀燕听到台电讲，上紧在2026年年底，就会当拆掉2台烧土炭发电机组，换烧天然气发电机组，讲这是双赢的局面。嘛希望民营的电厂烧天然气发电机组上线了后，台电一年会当减100万吨以上烧土炭量，来改善空气品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